天災，我哋都需要面對好多冇辦法防備或者預測嘅困難。對於未知嘅事，我哋都感到迷茫、恐懼，甚至不安。喺呢一刻，讓我哋回想喺踏進呢一個禮堂之前，你為生活煩惱緊啲乜嘢呢？係學業嘅問題，係工作嘅壓力，係人際關係嘅煩惱，定係肉體上嘅軟弱呢？人生短促，你又否感到迷茫、恐懼，不知去向呢？但神卻係如此保護我哋，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。他們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你要踩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，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。世間確實有好多嘅苦難，但唯喺上帝嘅愛同埋大能裏面，人生先有真正嘅平安。耶和華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山寨，係我哋所依靠嘅。詩人內心嘅獨白，相信喺我哋嘅信仰嘅路上都係真實經歷過嘅。經文提醒我哋，唯有專心靠近神、求告神，先唔會恐懼驚惶。此刻，讓我哋一同嘅去閉上我哋嘅眼睛，去默想並回憶神喺我哋患難當中嘅帶領同保護，亦讓我哋放下生活中嘅煩憂，求神去保守看顧。唱詩歌